喺香港500尺嘅單位鋪地板邊有平呢？今日明哥攞香港主流嘅地板同大家計一筆數。我哋香港而家最多人用嘅呢係實木地板，同樣500尺嘅單位呢，喺香港裝木地板呢，人工呢每一個師傅嘅收費唔一樣，大概係25蚊到30蚊左右，去到呢就15,000蚊人工啦。買底板呢，大概去到3000蚊左右，安裝呢人工費呢，大概去到2萬啦。仲要呢，你買地板嘅材料呢，65蚊一尺左右呢，大概你都要買3萬蚊啦。仲要你自己嘅費用呢，要住酒店要4到5日，你嗰度要3000幾蚊啦。另外一個費用呢，就要搬家私個費用，3到4000蚊。租個倉呢，你一個月都要1000到2000蚊啦。總費用呢，大概就係6萬蚊。仲有一個呢，就係未計你一個地面嘅遷拆費。另外一個呢，我哋安裝石精地板嘅人工費呢，600蚊一尺左右，大概呢500尺去緊9000蚊人工。地板嘅材料呢，根據你自己嘅需求而定，有 SPC 啦、WPC 啦、LDT 啦。咁樣計落嚟呢，係實木地板嘅1/3個價錢左右呢，因為佢人工費只係1日，因為唔使搬家私，一般係邊裝邊移，你又唔使租住酒店住，又唔使租倉，一日可以搞掂。咁樣呢，就可以將自己嘅開銷呢慳翻到落嚟啦。大家仲有咩可以更慳錢嘅辦法呢？